嘅軍火商，猛製造火槍，不斷將勢力去擴張。你死你事，極權統治，點解個世界小撮人話晒事嗱？依家大冷堂就刮佢一巴，仆街啦！你班人渣 ，motherfucking liar，I'm fire。一兩錢大晒啊！採石油仲跟手摧毀人國家罪行，有排計生豬肉你最叻砌，製造更多問題將真相過濾封閉。你嘅鬼計冇可能得逞，因為大部分人都經已甦醒。我肯定要時刻保持清醒，拎出最有力證據將你指證，傾都費事同我慳啲。無知嘅國王再一次換上新衣，創造者、統治者、歷史為變之者，騙局世界邊個作到最大？征服者、毀滅者、獨裁者借名，恐怖世界邊個未被嚇壞？創造者、統治者、政治由編織者，荒誕世界一步一步變態。征服者、毀滅者、獨裁者借名，極端世界最終被極端打敗。一件事打爆部電視，燒晒啲報紙走市，用股票墊住，發生乜嘢事？呢説邊個生事？